嘉义东石有一位68岁村民，伊讲伊20年前就发现讲，伊细汉时阵常常去耍的6卡大牌，煞变做是粪扫堆啊，只要有用就会去摒扫。不过这20年过去啊，到当时也未摒清气，只好向政府订正。为大牌内底甲粪扫清出来，布华顶面阁有一大堆等要清理。东石乡6卡大牌一直以来拢积真侪粪扫。伫下七村有一位村民张永林，自20年前开始。大家拢利用时间来遮摒粪扫，不过情况也是完全无改变。今仔日所看，这拢是冰山一角。吼，我为顶游戏的扣啊，已经来到遮，安尼20年啦，20年较扣都扣袂完啦。较无好的就是尤其像这农药罐啊，这农药罐啊，这农民吼，你看头头咧、硬硬咧，怎直接来拼咧这个河川。6卡大牌经过新港6卡东石，是嘉义县重要的排水设施。张永林讲，细汉时阵拢伫遮耍，唔甘即马变甲遮垃圾。但是20年来，粪扫都是清袂完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。也会了解说，我们六角大排下游的这些垃圾，它上游的来源大概是哪些的排水，或是哪些的河段是最严重的。然后我们这个针对这个包括垃圾是哪些类别，我们会来做一个调查。环保局指出，6卡大牌长数10公里，会来评估适地减市区的方案，嘛会配合水利单位、农业单位来清理甲预防，希望减少河川的粪扫，避免粪扫流出海，污染海洋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